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大寒假期嘅小龍。暑假嚟咧，今次大寒假期為大家準備咗一個暑假親子遊，保證細路玩得開心，大人又可以放鬆。我哋重本包晒門票，無限次暢玩佛岡森波拉森林奇妙世界同埋冰川水谷。森林奇妙世界有超過20組嘅機動遊戲，有亞洲最大嘅仿真恐龍群，裏面可以見到超過30種近百條1比1嘅巨型恐龍，好似真係翻咗去侏羅紀時代咁。仲有接近1萬平方米嘅動物園區同埋奇妙濕地島等等，真係一個豐富嘅親子樂園啦！仲有夏天必玩嘅冰川水谷，裏面有海嘯衝浪、情景漂流、冰空彩虹、冰花水寨等等，涼浸浸、消暑一流，大人細路都玩到唔捨得走啊！夜晚玩到攰，唔使再捱長車程，我哋直接入住2025年6月全新裝修嘅佛岡森波拉森林酒店，再享受埋酒店自助晚餐，包你食到飽。另外，行程嘅另一大亮點就係我哋保證入住由大寒假期呈現嘅節目，玩轉粵東粵北懶人包推薦，全港獨家韶關翁源嘉華半溪溫泉酒店，我哋保證入住680尺嘅獨立溫泉客房，我哋大寒假期嘅貴賓可以專享私家溫泉泡池，另外仲可以打卡酒店懸崖式半山無邊際泳池，同埋自由享受酒店室內恆溫泳池、三谷兒童水上樂園、戶外溫泉嬉水池等設施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為大家準備咗客家新派粵菜宴。首先整翻碗五指毛肚燉龍骨湯潤下喉先，再品嚐正宗客家窯雞，雞皮香脆帶有香味，雞肉嫩滑唔柴，連骨頭都帶住鹹香味，仲有鹹香烤排骨、黃金澳帶、清蒸花鯛魚、黑椒杏鮑菇牛肉粒、冰川咕嚕肉、河鮮豆腐、魷魚冬菇肉餅、恒盛艾翅。客家菜就係靠呢份真材實料同埋時間，醞釀出順口嘅滋味。咁正嘅親子遊行程，快啲報名，一齊出發啦！